中基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3.1%，比去年10月增加0.09%，应该会当表现了真稳定。也毋过学者是认为，全球甲台湾的经济变化是个真大，因为通货膨胀，佮加上真侪因素，因认为讲伫短期内底应该是看袂到经济复苏的动能。在终端需求疲弱、地缘政治风险加悬的情形之下，厂商落订单明显变较保守。经济部发布2023年12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是438亿1千万的美金，年减16%，表现无像市场预期遐好。预估今年1月份外销订单的金额会伫400亿美金以下，年减幅度扩大，嘛引发各界的关注。台湾数落来经济走势，中经院发布2024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3.10%，成长的模式内需甲外销表现拢要袂歹。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经济体，是 AI 相关的一些伺服器啦，或者是晶片啊这一些的一些出口，可能会带动一些经济的一个成长。中经院认为讲，今年国内经济成长会由去年主要民间消费，转做是投资甲国外的净需求，这两大面向会予今年台湾经济带来成长。不过学者认为讲，目前全球甲台湾的经济要是充满变数。未来1年之内，整个出口的状况还不会太好啊。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需求还是面对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物价上涨的情况。邱准英表示，全球经济结构目前是转变了真紧，包括全球产业分工真深的台湾，都要谨慎来面对。景气无好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台新金控头桥的经济学家李定武表示，大家对利率太过期待，对市场太过乐观，是真危险的代志。你可以看从通膨下降的速度，或者是从这个联总会的态度，其实我们并不会觉得今年上半年有降息的机会。李定武提醒，即马中国陷入经济困境，无法度佮对台商提供经济优惠的条件，未来百面会走向以商逼政、威胁施压。台商真恶脱离两岸政治冲突，而且5月20日新总统就任进前，台湾会面临历史上上大的军事压力，台商都要为政治风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